好来，过来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这个骨头都要顾好好势。医生讲，老大人较有这个骨头含梢的问题，只要去闪着腰，或者是跋倒，就会真严重。上爱注意的是，你行路的时阵，涂骹面是毋是有病？啊，这个涂骹会淡会骨无？若是要压腰，或者是要起身，一定要豆豆来。上重要爱做运动啦，讲做运动会当练骨头，咱的骨头是会愈练愈勇哦。病院复健中心有真侪老大人伫治疗，到因这个年岁上惊就是骨头含梢，因为骨头若受伤，都好袂完全。听着人讲年岁济吼，跋倒足严重的呢。还有一个82岁老大人，行路无力，出门拢爱拄一支拐啊。伊讲就是捌跋倒才会安尼。因为我两骨就去伤着啦，我袂用手术，我伊了佫跋倒落吼，就伊可能排骨有拉伤。像因即款老大人有真济，有法度行的拄一支四脚拐啊，无法度行的只好坐轮椅。医生讲老大人爱特别注意两件代志，第一是环境，脚踏的涂骹敢有平；另外一个是本身的动作爱尽量较慢的。如果说地面不是很平整，让你脚不管是内翻的外翻啊，或者是说你突然间某个动作突然间举起来，骨质比较松，或是肌力比较不够的时候，它平衡感比较不容易达成，会容易造成骨头的受伤。上要紧的是爱运动。骨质是你越运动它会越强壮。晒点太阳，增加维他命 D 的摄取。真侪老大人拢唔知讲本身的骨头已经含梢去啊，因为骨头含梢也是骨质的受伤，这袂痛嘛袂痒。要不你若讲身悬有变较矮、翘骨，也是较只偏会痛，这种有可能是骨头含梢造成的。提醒乡亲要加注意家己身体变化。